大家好，我係 Matthew 黑超，好耐冇同大家拍片啦。不過最近全城熱話，我哋香港個李超人呢，要將佢和記港口嘅80%港口業權，包括巴拿馬運河呢，就賣俾美國佬貝萊德。咁當然，呢件事炒得咁興啊，我都想評下意見，即係自己少少睇法。其實李超人由細到大都係我哋嘅奮鬥目標，特別係大學時期。哇，一個人做生意咁叻啊，可以做到全球首富咁講。仲要係我哋同鄉下潮州人對照冷，即係的而且確係令我哋潮州人幾驕傲以及自豪嘅。不過佢今次呢個行為咧，就真係令到大家都跌眼鏡。我哋都理解超人一直都係在商言商做生意啫，我哋唔搞啲咩政治做生意，即係做生意冇問題啊，你咪光明正大去做生意咯。點解會好似有美國政府牽引地去完成促成呢單生意咁咧？即係呢啲唔係我講嘅，我睇啲文匯大公啲報道講。即係點解特朗普可以喺演講嗰陣時提及到巴拿馬運河已經唔再係屬於中國啦？我哋已經促成一單交易，美國攞翻個主導權啦。即係如果呢件事係單純嘅商業行為，咁特朗普呢個演說點解可以咁早講到出嚟？而佢背後嘅原因是什麼呢？如果特朗普係介入咗呢件事度，咁呢件事仲係咪一個單純嘅商業行為呢？再講。我當真係一個商業行為，咁你咪賣翻俾我哋中國人咯。你問一問國家，了解下，喂，如果我想做個咁嘅動作，賣俾邊個好啊？你知啦，我唔掂政治啊，而家依單嘢好政治化，我想賣咗佢。咁你咪問下佢哋咯。你個仔有全國政協委員啊，你即係好多網絡，你要見我哋啲領導人有幾難啊？如果以你嘅身份，爭就係你見唔見嘅啫。喂，你唔好忘記喎，現在我哋國家正在被歐美列強邊緣化，佢想極力地阻止我哋嘅民族復興。因為其實過去5000年，佢哋係呢200年咧叫做威，即係佢哋唔捨得啊，唔捨得呢個地位，所以壓制你，唔俾你彈翻起。即係喺呢個咁嘅階段，喺呢個咁嘅歷史階段嘅情況底下，呢啲港口對我哋嘅國策係幾咁重要？商之大者，為國為民。我希望阿超人，你仲理解自己係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